两代记，生活既烦，工作既乱，烦则地受，乱则难成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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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原来，你就是抢走阮阿母迄个查甫人的后生。原来，你就是迫害阮家庭，迄个查某人的查某囝。我讲小弟，自细汉食遐济苦，拢是由天生下。我甲阮阿母到即马拢还袂明白，拢是你手骗害。阮阿爸千辛万苦回来，所看到是恁阿爸要娶阮阿母。阮阿母等23年，所等的，就是恁阿母甲阮阿爸结婚。这所有的怨恨，都是恁阿爸造成的。这所有的怨恨，恁阿母嘛有责任。好，这责任我担。从今以后，咱莫阁见面啊！你真正无死，想袂到你真正无死。无怪小平，常常甲讲伊看到你也活着你的世界。你老早就知阮住伫咧这，我知影真正是阮要结婚，所以你就找。小平讲，伊请看到我，搁活在这个世界。那是因为伊心虚，伊对不起我。但我若唔是听玉珍甲我讲，我嘛唔知影你住伫遮。玉珍，你是讲你找到迄两个囡仔？我是昨才介绍你的，10多年，我找因10多年。因这爸啊，伫外口食很艰苦，我这个做老爸，无好我甲因照顾，我感觉真自责，真见笑。
我从秀萍嘛找唔着我，也毋过先找都找。总无这两个囡仔自细汉，我嘛甲要价嘛甲抱价。若是互阮找着，我嘛毋甘食遐济苦。就算讲恁找着伊，伊嘛无可能甲恁做伙。你敢知影？你甲秀萍，伫玉珍的心目中，恁是算啥？就当时玉珍啊细汉，伊所看到只是一个误会，事实上并不是安尼。那咧说是啥物？你甲秀萍斗阵10外年，这敢毋是事实？你自少年就介意伊，这敢毋是事实？你今仔日就已经甲伊结婚啊，这敢毋是事实？迄当时同庄头的人拢抓准你惊死啊，所以走。我这棍拍你，是因为你无情无义啦。我发现意外变准了啊！我就是讲有你伫，会替我照顾规家伙啊。结果呢，我想尽办法倒转来，我看到的是我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啊！这一切拢是你害我的。你着带秀萍啊！你是安怎要当做好啊照顾伊？你来着出去外口趁钱，趁钱敢真正遐重要？你敢知伊伫厝会过什么日子？你竟是我管你事！世界的产业交伫我的手内，我敢会使无管？敢会使倒命心？你趁我无伫的时，抢我的某，害我的囝死行去流浪，你连做敢是朋友，敢是人？我无抢你的家后，秀萍本来就是我娘你的。你是少爷，我是长工，我原本想讲，伊会当过好日子，想袂到你死过流去，死过去趁钱。你敢知你无伫咧？恁老母是安怎苦毒秀萍的？我看袂过心，我为着要保护伊，我才会替你照顾伊。照顾伊，照顾家己来变成你的某，伊有天性，你敢对得起我？对得起我一直把你当作是兄弟。好兄弟，咱是好兄弟。不错，你敢知我知影你无死？我是心肝偌欢喜，你知？你别他妈给我衰了！我早就知影代志会变成安尼。我干嘛死爱你？因为我就坏转来。文强，你敢知啊？秀萍为着你变厝。恁老母甲责任拢撒互伊，讲的是家道病体走手，讲你是去互激死。秀萍的真相是，伊走去钓岛，嘛走去跳海，啊，毋过你敢知？我明知伊会想袂开，我甲缀前缀后，也若无，伊早就去天顶找你。也毋过你嘛无需要甲你传走，囡仔就已经无老爸啊，你搁害因无老母，所有代志。嘛，毋是阮有法度通控制。你敢毋知影我秀萍是去互恁老母赶出？阮嘛有搁倒转去找迄两个囡仔，也毋过，阮安尼死活找，先找都找无。
文超，但你即摆都无死转来，我带你来找秀萍。哦，看秀萍，但你即摆都无死，我就无可能带秀萍。秀萍永当当你的身躯边。我即摆拜卡，我嘛真善，我已经毋是较早的少爷，我无想要互伊看到我即摆模样。秀萍，你应当会了解伊的个性，伊袂计较你即摆处境。较早是因为我有钱，你认为我会当互秀萍过着好日子，所以你家己让互我。今日你同款的道理，我甲秀萍教我。文超，天青，就当作今日我无出现过，莫互秀萍知影，我搁活在这个世界。答应我，无互我照顾秀萍。你叫我好好回来做新郎。文超，你才是秀萍的翁婿，你即马活跳跳活在这个世间，你叫我这个新郎，我免来敢做啦。是。当这暗啊，已经也无用规工啊，我那忝啊，好休困啊。我是想讲，咱同较早同款，你困你的房间，我困我的房间。我是想讲，我的人都甲歹款癖，惊叫你吵着，咱分房困哦，安尼开关系啦。我的海角啊天自讲生命，提出心声。阿爸，你去找伊对无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你两个拢对不起你，搁甲你害到安尼，而且搁害咱家无人亡，你是安怎要搁去找伊啦？你是毋是要将伊为有天生的手中抢倒来？阿爸去找因，是要甲因恭喜，是要祝福因。阿爸爱恁天生阿姐，好好照顾恁阿母后半世人。阿爸，你哪遮尔善良，遮尔仁慈啦？因安尼对待你，啊，你还搁你天世上安尼对你伤无公平啊！玉珍，你莫怨恨恁阿母好无？代志会变成安尼，这袂使怪因。
其实，恁天生阿叔一直真照顾恁阿母，伊嘛一直希望会当找到恁两个人，替我好好照顾你。只是这10几年来，一直拢无恁的消息，找无恁的人。老实讲，今仔日我看到恁阿母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我替足欢喜。为了公倒转来，恁阿母今仔日若肯倒转来我的身躯边，我阁会当互伊啥物？伊对恁天生阿叔是对的，咱应该祝福伊啊！阿爸，玉珍，我会当甲恁遮地下团你，我着心满意足啊！阿爸食到这轮年纪，过讲毋忙啥物，我敢若希望恁两个人会当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过日子。有家己的未来，甲前途，安尼就有够啊！阿爸，好啊，莫阁讲啊，过去的代志，就好放水流，莫阁想啊。我会当阁听到你甲玉清叫我一声阿爸，我就欢喜啊，我就满足啊。玉清，阿爸想要回来，你和阿爸回去好。先做白啊！你是担心？担心？你哪在这啉酒？文章的先做白啊咧，想要甲收起来啊！收起来，是安怎？出外文章，毋免咱搁甲摆啊！我离海角啊天，甘心命提出心心意命。你是惊讲文昌会甲咱责备是？既然你有这款的想法，你是安怎要娶我？既然在你的心肝内，还阁认为讲我是文昌的某，伫咧欺客文昌，咱根本就无需要结婚啊！既然咱两个结婚，会互你遐尼大的痛苦，连我房间的门拢唔肯打入来。是安怎要结婚？原本我嘛真不爱认命，我从少年到即马，拢嘛一直盼望讲咱会当做翁仔某，也毋过无法度，真正无法度。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
我嘛唔知要安怎甲你解释。你是即马唔知影安怎解释，还是永远都无法度解释？好啊，小平，拜托的，你互我家一个谈车好好啉烧酒，好我想一个，看我要安怎甲你讲，好无？你互我拜托一下，好无？咱的感情无人听会开，恐惊家己来怀疑。体会你不爱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